分開過又和好嘅人，到底仲可唔可以重新相愛？有啲人分開唔係因為唔愛，而係當時嘅兩個人根本仲未識得點樣好好去相愛。鍾意嘅時候淨係識得靠近對方，受傷嘅時候又淨係識得推開對方。直到真係失去過一次，先會開始明白，原來愛唔係靠心動就夠㗎，愛仲需要溝通、理解、耐性同埋願意為大家去成長。如果有一日兩個分開過嘅人再次去重逢，咁佢哋係返去以前，定係可以行向唔同嘅結局？我係 Jan， 呢度係知心枕邊話。作為命理心理整合諮詢師，我一直相信好多關係嘅相遇同埋錯過都唔只係緣分嘅問題，而係我哋有冇喺關係入面睇到自己、理解對方，同埋學識點樣做出更加成熟嘅選擇。今日呢一集想同你傾下分開過又和好嘅兩個人，點樣先可以唔係重蹈覆轍，而係真正嘅重新開始。我相信好多人人生入面都曾經有過咁樣嘅一個人，你哋可能曾經好親近，甚至乎有幻想過可以一齊行好遠嘅路，但係到後來先至發現，愛一個人原來唔係單單靠喜歡就夠㗎。有時候兩個人可能因為太後生，唔識得表達，太想保護自己，又或者太想去贏，而慢慢咁將一段感情越推越遠。但奇怪嘅係，有啲人即使離開咗，但佢都唔係真正咁消失。佢只係落咗喺我哋心入面，變成一條裂縫。平時我哋未必會察覺或者有太大嘅感受，但一落雨一吹風，嗰條裂縫呢就會慢慢咁樣浮翻出嚟。我覺得分開過又和好嘅兩個人，其實就好似兩棵樹咁樣。第一次相遇嘅時候，仲係兩棵啱啱叫做發芽緊嘅小樹咁，我哋會憑住鍾意，所以好自然咁樣想靠近對方，以為只要靠近啲，再近一啲，就等於係愛情。但後來先發現，原來一棵啱啱發芽嘅小樹要變成參天大樹，淨係有陽光係唔夠㗎，仲要經歷風、經歷雨，亦都要經歷一次次差啲被吹冧嘅時刻，要學識點樣去紮根。感情其實都係咁樣。第一次一齊嘅時候，其實好多時我哋都未必真正咁識去愛。鍾意嘅時候就會想靠近，受傷嘅時候就會想推開，以為用沉默係避免爭吵，係保護緊大家。以為用冷戰會等到對方嘅理解，以為一句算啦就可以將所有嘅委屈覆蓋咗去。但係其實冇講出口嘅說話，冇處理嘅情緒，從來都係唔會自己消失㗎。佢哋只係收埋咗，變成喺兩個人關係入面嘅裂縫。平時睇唔到，但係只要落一場雨，吹一陣風，呢啲裂縫就會慢慢咁樣浮現晒出嚟。好多人成日都以為一段感情去到走散，一定係因為某一次好大嘅爭執，但後來先至明白，真正令到感情走散嘅，往往唔係爭吵，而係一次又一次冇被修復嘅裂縫。係你唔講，我又扮冇事；係你受傷，但係我唔識得接住你；係我唔開心，但係淨係識得用沉默去懲罰你；係兩個人明明都想俾人理解，但係講出口嘅說話就變成咗攻擊。所以好多關係走到分開，唔一定係唔愛。而更加多嘅時候，係兩個其實仲未識得點樣愛嘅人，喺跌跌撞撞入面，將大家整唔見咗，唔識得表達，唔識得溝通，亦都唔識得接住對方嘅情緒，亦都唔知道原來有陣時一個擁抱，一句理解，會比你哋去爭拗輸贏係更加重要。去到最後，大家都覺得攰，大家都覺得自己好委屈，大家都覺得對方唔明白自己，於是就分開咗。分開之後，你以為自己可以放低，以為時間過咗就可以沖淡一切，以為繼續生活就可以慢慢咁忘記呢個人。可能大家都係咁樣去說服自己，但後來你發現，原來有啲人唔係咁容易就可以俾時間沖淡。佢唔一定每一日都會出現喺你個腦海入面，但係聽到某一首歌，行過某一條街，甚至某一個似曾相識嘅語氣，都可以突然間將你拉返去一個屬於你哋嘅時刻。直至到真正失去過一次，你先開始識得去成長。你開始明白，原來愛唔係單單靠心動就夠。心動可以令兩個人開始，但唔一定可以令到兩個人行落去。真正要行得遠，仲需要耐性，要克制，要理解，仲要願意為對方慢慢咁去調整自己，並唔係叫你要完全改變自己，失去自己嗰一種，而係要學識用一個更加成熟嘅方法去愛人。因為真正成熟嘅愛唔係唔會受傷，而係受傷之後仍然願意學習點樣更加好去愛一個人。
所以如果命運真係願意再俾呢兩個人一次相遇嘅機會，咁第二次相愛就唔應該淨係返去以前，而係帶住各自分開期間學到嘅嘢，再一次咁樣行向彼此身邊。咁你哋分開嘅時候所流過嘅眼淚，先至唔係白流，甚至經歷過嘅遺憾，亦都唔係白白承受，先至會慢慢變成日後你哋相愛嘅養分。所以真正嘅和好，唔係抹走所有嘅過去，當一切冇發生過，亦都唔係一句算啦，過去嘅事唔好再提。真正嘅和好，其實係兩個人終於有勇氣坐低，回望返以前睡過嘅地方，承認大家都真係痛過、失望過，承認大家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，但同時亦都願意唔再去怪責大家，唔去追究點解當初你咁樣對我，點解你唔明白我，點解你冇留低，而係一齊諗，如果今次我哋可以重新開始，有冇辦法可以令到同一件事唔好再發生第二次？呢一種和好先係真正有重量嘅和好，唔係逃避過去，而係兩個人一齊面對過去，承擔過去。唔係因為忘記咗痛，所以再一齊返，而正正係因為記得痛，所以今次更加珍惜。所以我一直覺得分開過又和好嘅兩個人，並唔係兜咗一個大圈，然後返去原點。相反，佢哋係兜咗一個好大嘅圈之後，終於學識得點樣去愛。學識咗溝通，學識咗珍惜，學識企喺對方嘅角度去思考，亦都學識咗愛一個人唔係一直索取，而係一齊成長。今次唔再係因為鍾意而起埋一齊，而係因為見過失去，所以更加識得擁有。因為差啲放開過對方，所以後來捉實對方嘅時候，亦都會更加堅定。或者你哋可能真係返唔到去以前咁樣，但係咁又點呢？淨係因為以前嘅你哋未識得好好點樣去相愛。而而家嘅你哋雖然可能身上面有裂痕，心入面有傷口，但係你哋終於學識咗點樣慢慢認真穩定咁樣去愛對方。有時候好嘅重逢從來都唔係返去過去，而係兩個曾經唔識愛嘅人終於成長咗，變成咗更好嘅自己，然後帶住呢份嘅溫柔同埋成熟，再一次咁樣認真咁去愛一個人。如果你而家正喺度經歷緊一段關係嘅分開，又或者你心入面都有一個曾經好重要嘅人，我想同你講，唔係每一段分開都一定代表結束，但係每一次嘅分開都一定會可以教識你一啲嘢。佢可能教你點樣更加坦白咁樣表達自己，教你點樣唔再用沉默去傷害人，教你點樣喺愛入面唔淨係等人哋去明白你，亦都願意去明白對方。如果有一日你哋真係再相遇，希望你哋唔係帶住舊有嘅傷口互相去拉扯，而係帶住各自嘅成長之後嘅溫柔，好好咁去再愛一次。但係如果即使冇再重逢，其實都唔緊要，因為曾經愛過、痛過、失去過，最後亦都會令到你成為一個更加識得愛嘅人，已經唔係白費。如果今日呢一集又令到你諗起某一段關係，或者某一個曾經好重要嘅人，你可以畀少少時間自己，唔使急住判斷係應該要放低定係應該要回頭。有時候命運畀我哋嘅唔一定係答案，而係一次重新認識自己嘅機會。今日呢一集想留畀所有曾經分開過、遺憾過，但仍然相信愛可以令人變得成熟嘅人。希望你記得，愛唔係淨係得心動，愛都係學習，係承擔，係一次又一次願意咁去理解對方。我係 Jan， 呢度係知心枕邊話。希望你喺每一段關係入面都慢慢咁樣了解自己，亦都更加識得點樣去愛。我哋下一集再見。